准公共幼儿园第3期8月份上路，教育部顶一日提出相关客划草案，明定包括这3年违法对待囡仔，若查出是事实等等的情形，就袂阁继续签约。根据了解，桃园10外间准公共幼儿园已经把招生的资讯摕落来，避免无必要的纠纷。也若家长团体认为讲，虽然可能会影响囡仔受教育的情形，不过确实有必要确保上课的品质。幼儿园不当管教情形常常听到，尤其准公共幼儿园第3期会伫8月开始，教育部进前提出相关契约草案，明定包含近3年违法对待幼儿事实、师生比无符合规定等情形，未可续约。桃园10外间准公共已经贴招生的资讯，避免后续无必要纠纷。政府你在花了人民纳税钱，你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个政策负责，至少要做到审查的机制嘛。好，第二个后续的查核是考核的机制嘛。你这个讯息要让家长知道。桃园教育处统计，差不多3500个幼儿会受影响，不过家长团体认为，实在有必要爱确保准公幼的教务品质。不过幼教团体表示，亲像师生比190岁的要求、招生人数减少、甲师资人力调整这个问题，相关成本的增加，政府拢要有配套和业者补助。原本是1:15的架构变1:2，少了3个小朋友，机构会有相对应的付出。政府这个配套要怎么去补助这3个孩子的缺额的费用？这个所谓的配套，讲直接一点就是住的措施了。对各方意见，教育部强调，目前会规划准公共幼儿园的第3期合作要件草案，会继续收集各界意见，赶紧定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